在南柳营大田院举办柳营王节，这个王船由王河已经做好势。庙方为着要保留文化，特别仿69年前有安炮讲的王船造型。这只王船拢是照传统的规矩落去做的。庙方也希望讲这传统文化继续流传落去。 庙头头前闹热滚滚，侪人来倒扣这只游王河，用完全靠人工来替王船开水路，要甲扣到50公尺外的王船底，完成开工典礼仪式。台南柳营大田院每3档办一届的王朝祭典，是地方重大盛事，伫去年嘛红来做事，市定名俗。经过了解，这是唯一无靠海真罕看得到的内陆王朝。城袂少家长带囡仔来练捌在地文化。系啊，要带囡仔看，看王船的水。后礼拜要是啊，出像啊，今年做的较特别啦。讲恁遮在地人，敢有讲做期待，讲这做王船？会啊，足期待。因为啊，3档啊烧一届，啊别位啊看无。这只游王河船身15公尺，宽6公尺，庙方开上百万打造。详细看王船顶头参一般的形无相像。庙方指出，为着要保留原本的样，因这个复刻69年前王船的造型。除了王船内底，敢若有王虎娘，船身两边开放成有10门炮。另外，庙方提当时因互外国杂志看出来的封面，互大家同做比对，这嘛是传承文化上好的证明。 过去并无妈祖楼，所以阮早来甲迄个妈祖楼来取消。两边吼，咱也看到，会看到伊吼有10门炮，吼，就是属于正准的造型。正准的造型已经叫改无去，拢以八仙啦，以吉祥的图画。 吼，来取代这迄个炮管。期到当头戏要办烧王船科仪，庙方指出，送王主要有众神祝福、扫除瘟疫的意义。伊嘛借此希望甲珍贵文化资产世代相传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